乡亲啊，这个南投德山的地君庙引进一尊的石观音，而这个石观音的面前放一个自保盆，要互民众来等钱，然后把这个钱摕来互家友看病、食饭，帮助弱势，得到民众真大好评。德山镇启明宫进前为一尊石观音开光，并且伫佛像前设一个自保盆，互民众落钱。用这自保盆邀请大家做伙来做公益。艰苦人要摕药也无钱啊，这拢通摕，咱这钱。直接去下钱庙拢袂使摕钱，就想说大家都投那里啊，那个是随意啊。我说像一些游民啊，下午没有吃饭了，没有钱吃饭，怎样他去哪都 OK。唔但安尼尔，启明宫阁将附近规划做公园，舒适优美的环境，互大家来遮散步。啊，咱遮风景吼做法啊真好，所以讲来启明宫会当带来真正轻松快乐，还佫真好的心情安尼吼。庙方嘛讲，透过这个自保盆，希望讲有邻里乡亲加做爱心，闹营嘛会使来遮散步看风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